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楚克环，不要再靠近我！你靠近我，大家都会受伤。是伟伟，你和楚克环有什么关系？世上这个是你吧？你不要忘了，我才是楚太太。小姐，请问你结婚了吗？还楚太太嘞？为什么不敢讲话？楚克环从来就不是我的选择，你要我讲什么？今晚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我来到现在3个月了，还是没有晒出眼来。就算今年你晒不出来，你还有明年可以晒啊。我怕没有时间。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小姐，你的行李。谢谢。你是不是有做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被发现啊？你已经结过婚有老婆了，对吧？我终于找到你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月村欢迎您。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你不跟我讲，不跟我讨论，我要如何支持你？我奢求你原谅我，可是你连一点点的安慰都没有办法给我。我就是一个不擅长满足别人，也不懂得怎么让别人快乐的人。你自己都这么不快乐，你怎么让别人快乐？其实所有的事情，最后的解决方式都不会是对不起。就算我真的很想回去，我一定要让这里爱我的人幸福快乐。我爱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这是台东地本路一段一架车拢入去徛街内底，一架小货车敢因为抓袂牢，先去弄到停伫徛街头前一架轿车，刷落来搁再规台车拢入去徛街内，车内有一对坐回翁仔某，因翁小可切着伤，互人送去病院，该在无性命危险。若因某坐伫后壁座，敢若着惊无啥要紧。厝主拄好无伫厝内，才闪过这个灾厄3声无奈，讲这届已经是算的第3届。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新北市泸州一间美容整甲店着贼偷，这个贼仔趁头家当日无闲的时，偷摕人客牌啊，还阁问讲这个监视器到底敢无伫咧翕？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徐旭杰来带咱了解。旭杰。好，是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一名女子走进美甲店，看准老板娘呢正在帮客人做指甲彩绘，居然是起了歹念，先是观察店内四周有没有监视器，甚至呢还询问店家店里的监视器是不是真的，接着呢又装作若无其事，直接坐在旁边看老板娘帮客人做指甲，接着呢趁着他们不注意，伸手偷了客人放在后面的包包，迅速开溜行窃得逞。偷走了皮包和4000元现金以及提款卡哦。事后店家是气的把监视器抛网揪贼，并且报警。那么目前呢，警方也已经锁定犯嫌，将尽速通知他到案说明。以上说明掌握最新情形，先把时间交还棚内。多谢旭杰，社会事继续要来关心，为了要让啉烧酒的人唔通搁再塞车，中华地检署甲殡仪馆做伙合作，发啉烧酒塞车的人都要做劳动勤务，拢总17个来到殡仪馆清灵堂，也有放黄金蟒的所在，互因知影讲人命关天，千万唔通搁再望天凊笑。我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最后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想到亲人去啉酒赛车的人弄死，被害者的家属哭到安尼要害去。啉酒赛车的代志定定有，中华地检署甲殡仪馆合作，早起有17个啉酒赛车的人伫殡仪馆头前来集合做劳动服务。这5个，另外前手的是啥？马上甲拍开就。穿吊架挂喙网，17个啉酒赛车的人摕倒玻璃切玻璃窗啊，和边仔灵骨塔位嘛爱切互清气。感觉足后悔的。你做唔对，就爱来家己爱承担啊。上济2.54，讲袂啉骗人，啉较少的。到殡仪馆体验性命的价值，降低再犯率，民众请面来看待。总是清气嘛，卫生嘛，环境的认识，还有简单的清洁的工作。
哦，那很多大家比较觉得敏感的我们也不希望说造成他心里还太大的压力。啉酒赛车无法度甲拥吻，这是全民的共识。不过啉酒赛车是会使讲逐工有。这边中华地检署带17个啉酒赛车的人去殡仪馆来做劳动服务，希望民众会当自觉自重，才有法度真正来遏止悲剧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白白嘛是安全问题，继续来看到苗栗万里捌摕到经典小所在网络票选头一名。店内这个旧鸡真有古早味，嘛有真侪人特别下这味。也毋过10多年前旧鸡涂骹太路店铺，经过10多年后已经伤过久。这阵不闪时发生有人绊倒受伤的代志。苗栗县县政府今年2月店铺捌互人破坏，经过定创了后，无疑最近又搁因为天气伤过热，太路又搁逼破，影响人也搁有车安全问题。货车驶入去帮里老街，车陷甲真厉害，路实在足无平，路中阁放三角架，因为路下出现2公尺长的壁船，用手去爬。规块地砖就安尼爬落来，这个地点就伫咧苗栗万里帮里古城，地砖下壁拢是因为天气无稳定。施工的施工缝没有切割出来所以经过这个天气太热，热胀冷缩才产生这种情形。公所讲，因为承包商施工的疏忽，地砖中央的棚本来应该爱留0.5公分，结果煞干那留0.1公分，连10块的银角嘛挤袂入去。最近天气真热，所以才会互地砖逼开。附近的民众带囡仔出门，拢真惊会跌倒，脚踏车唔敢用起来，拢落来用脚呢。路无平啊，向碰起来，有滑倒啊，无啥要紧啊。危险嘛，无法度啊，个人爱注意啊。帮里老街捌摕到经典小店网络票选的第1名，当初承包商伫施工的时阵，就外路骑电动机车经过，造成毁损，厂商阁甲地砖乌掉顶铺，即马因为施工的疏忽，阁出现问题，县政府会要求厂商阁一改修复。记者综合报道。控主讲唔敢收人假媒贴，大东囡仔的册厝创办人陈俊龙不幸过身，退休55岁。20年前带囡仔亲身去10间土角厝来藏册，互厝内较歹过、较无钱的囡仔会当有搁较侪资源会当利用。昨强强身体无爽快，送病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厝内人无想要搁再加讲，干那讲交互基金会来说明。我们都是好朋友，让我们来牵着手。记得伴奏加上迷人的歌声，甲囡仔生甲足欢喜的，伊就是方叫做陈白陈俊龙，大东囡仔自学的创办人，一世人拢咧帮助弱势囡仔学习。是何说团讲伊过身的消息，年岁55岁。他们的生活这么的难过，包含没有晚餐吃，没有早餐吃。包含吃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在过生活。讲到对囡仔的教育，拢足有热情的。陈爸过身的消息，互真侪人拢真唔甘。亲人讲，伊昨透早要出门的时阵，常常感觉人无爽快，赶紧送去病院急救，毋过也是救袂回来。陈爸过去捌送过报纸、家属，嘛捌接触过舞蹈，做业务开餐厅，事业愈来愈成功，毋过甲亲人煞愈来愈清楚。尾也决定回去故乡陪伴亲人。20年来，伊带囡仔亲手去10间租屋出来，互囡仔有更加完整的教育资源。这些孩子整体的成绩进步了42分，全校总平均。教材跟教法对他们事实上是有效的。陈白后半世人大部分拢伫照顾业贴所在学生囡仔，用伊的爱心甲热情改变真侪捌行着路的囡仔。今嘛伊回去啊，家属嘛敢若希望伊会当一路好行。记者综合报道。小连续几日天出日头，搁再落大雨，天9日的疫情变甲搁较正力。上界严重的就是高雄市，一天内拢总3个病例，今嘛已经累积到31例。其中上新的疫情就是日咧左营，可能已经断开。另外一个上界远的路德区，有和别个所在无同的第2型病毒。另外台南市5天内出现4例病例。现主是判断讲，这个感染源拢是中西区东菜市场，这2天的休市专门来喷药啊、消白网啊。红蟒大堆伫高雄市乐德区来转药啊，水沟啊、花坑啊，还有这个空厝，每一个空空徛徛拢袂当甲放过，因为遮已经开始出现这个天9日的病例。所以这水你一定爱清，我嘛是捌伫内底。根据统计，全高雄市对原本的3明区增加到26例，凤山、前镇、鼓山、乐德、左营拢有1例，拢总31例。这个疫情亲像有断开的现象。这声高雄关着，
台南嘛对咧拍卡场，隔壁台南市伫咧中西区有2例，永康东区各1例。5天内出现拢总有4个病例，其中年纪上细是简单2岁的查某囡仔。经过调查分析，这款人齐做伙烧话，拢是对这个冬菜市场来的。市政府就紧来关这个市场2天，集中来甲喷药啊。市长黄伟哲取消出国的行程，专力来投入这个防疫的工作。说台风有降雨，那这时候蚊子密度又会上升，而且是会比前一个波还上升。伫4年前，台南市捌有这个天狗热有几万例这个案件，迄当阵中华医校伫咧这个校园内底的水沟啊，来饲这款会食蠓仔饲的鱼啊，亲像大肚腩仔甲这个孔雀鱼，到当真明显会当阻止这个蠓仔来生蛋。不过风台期得要到啊，南面落雨，南面出日头。拢是这个蠓虫上会生蛋的时阵，民众配合市政府来传药啊，家己嘛就爱做好这个徛家的清气工作，才会当成功来阻止蠓仔胃病。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同款嘛是和动物有关系，这个田互高山乌白吞大济卵规组害了了。台东延平高山有够济，趁早餐人无伫咧，规家伙啊带带咧，正好到小报哩只乌白母。本来想要收成啊，结果煞互高山食落去巴肚底，早餐人气甲丢骹断地。乡公所即马要招一个课，就是专门要来赶狗，负责固守规个乡的田，或者高山唔敢搁再来。农民压落去，甲果子地啊捡起来，但是内底果子拢无去啊。台东延平县高山啊，真创秋，照三顿落山食白费，农民真无奈。拢食掉去啊，这拢食掉，这拢死啊！啊，龟头卡济啊，拢死。死啊，一个暗时啊，食遮济哦。无伊这2时、暗时、中昼时拢食三顿来食。为着要对付高山啊，民众毋若有赶狗的电子设备。放炮啊！也有可能直接提枪甲伊吓惊，无奈遐个狗拢无得惊，一发现无人，照上大闹果子园，民众实在是挡袂牢，乡公所只好来请专业的赶狗人，要互高山啊卖过来。那大部分都会用这个像鞭炮或是枪声把它驱走。那当然不是说以杀害为目的，它主要是把它驱走为主。赶狗人只招募1名延平乡乡民，月给23000元，工课就是巡视全乡的果子园，定时赶狗。公所表示，虽然台湾狗已经无伫咧保育名单内，但也是袂当掠、袂当刣，只希望这招会当互狗袂阁创秋。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香港有青仔粽，详细一个甲看，原来这是台湾乌蠅。顶个月29号暗时9点钟，一个警察驶车要去清水检查站的路，有一只乌蠅为草坡撞出来。该在迄当时驶车速度无讲真紧，无去弄到这只乌蠅。落尾这只乌蠅脚底抹油，赶紧选。也毋过这只乌蠅出现的路段离清水部落敢若短短200多公尺。林管处提醒民众入山都爱看山势，驶车来到这棵塔一定要特别注意。半暝规个暗暝网，熊有一只乌色的动物为草坡内底走出来，一直走，斟酌甲看，原来是一只乌蠅。驾驶互蠅行一条，小动一个了后，才去继续驶。乌蠅可能是看到车顶走一段路了后，就跟弄入去草坡内底。因为那边有一个窟窿嘛，那个路面有一个窟窿。对。好，车子开到那边的时候，可能听到“咕”的声音，车子的声音，他就跳出来，之后看到车灯，他就往前跑啊。差不多100多公尺就停在路旁边嘛。顶个月29号暗时9点外，一个警察伫驶车去清水检查所的路下，拄到一只乌蠅熊走出来。好佳在警察车无驶真紧，无去弄到乌蠅。花莲卓溪乡的清水山区本来就是我们台湾的黑熊的栖息地，那边一直都有黑熊的族群在那边活动。其实黑熊它闻到人的气味，它也会避免。跟人相遇了，碰到那这样子的话，它也会有它自己的安全，它也会自己会注意。很重要就是一个无痕山林的概念，就是我们带上去的食物呢，尽量不要留在山区因为它对这种食物呢也是很敏感。如果说是人的食物呢，让它在附近能够找得到的话，这个就是冲突的情形呢，可能会时偶发生。乌蠅出现的路段离清水部落敢若超200公尺尔。那管处嘛提醒民众入山的时阵爱特别注意，莫去甲乌蠅惊到，做伙来维护因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
详细的消息要带大家关心，现主是大家囡仔愈生愈少，儿童医疗照顾的问题，更加互人注意到。现主是咧咱台湾有4间儿童病院，明年开始嘛爱参加评鉴。最近卫福部就伫咧讨论讲，囡仔病院评鉴的问题标准，也有项目。即嘛当咧规划照顾的护士和病人的比例，甲一般病院医学中心同款，拢是一个照顾高个。不过有人认为讲，照顾囡仔应该爱更加注心，更加尽心力，就爱更加严格一寡。卫福部嘛讲，条件定一个伤过悬，无一定是好代。详细的现场继续要来看到双城论坛，今仔日伫咧赛场，台北市市长即阵伫咧上海，会当讲是上尾一天啊！大家嘛真关心讲，到底敢会和国台办主任刘结一见面？刘结一嘛捌讲到讲，台湾一寡政治人物嘛该有共识，要来推萨和平统一。到时阵两个人若见面，可能会讲到敏感的话题。详细情形，连续即马人伫咧上海记者陈淑强来传来了解。淑强。是主播，今天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上海行的最后一天，而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他会不会见到国台办的主任刘结一。而截至目前为止呢，陆委会是表示尚未收到台北市政府的申请。面对种种疑问，柯文哲依旧是保持弹性，不愿意说清楚。以上来听一下稍早柯文哲的说法。据我所知，刘结一好像还在北京呢，我们也没有接到上海方面给我们的通知。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还是会按照规则走的。如果没有接到通知，我们还是会照程序报备，这没有问题。因为我这几年跟大陆有来往的经验了，他们还是非常严谨的，就是说，应该这样讲了，就是说他们也是看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我们还是立场相当清楚嘛，所以他也不会冒失的。台湾当然不是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是100步嘛，对不对？有时候跌跌撞撞，甚至有时候立法会在打架，我们看得很尴尬。但是毕竟我们30年走来还是蛮有，还是不管怎样的，还是一个总和来讲还是成功的故事。所以我倒觉得我们过去的成就，大家都可以参考。而柯文哲今天最后行程，他是预备要参访有小台北之称的昆山，因为那边是台商的大本营，更被外界解读在2020总统大选前夕是不是要来抢台商票。来听下稍早柯文哲的说法。正确的讲，应该是说台商聚集最多的地方，我们还是会去看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参访活动啊，活在这世界上你为什么不很正面的说，我们就是在研究说怎么去间接这个北台湾跟长三角的这种经贸活动啊？你不要什么都想到投票这个。好，柯文哲是表示呢，要外界不要想太多，为什么不能够当作是单纯的交流，而不要只是想着投票而已？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将时间交还棚内。在地事事康康继续来看到，做鸡卵糕嘛会当名声烫死海，出名规世界，互世界知咱台湾的厉害。今年才23岁宜兰的少年家啊，叫做肖仁明，伊用歌戏戏台型的鸡卵糕，伫咧今年度参加泰国极限多姿赛挑战的比赛，摕到银牌。肖仁明伊嘛讲，刷落来希望功夫会当愈来愈煞拍，搁做搁较侪咱台湾传统文化主题作品，推广到规世界，互大家知讲咱台湾传统文化迷人的所在。目睭前这个男团的作品，伊面的表情、戏服拢真有路，戏台嘛做甲水当当。台顶的男女主角、整场的乐师、看戏的民众，甚至摕册牌啊、内卡尾咧看戏的囡仔，也阁有这个台后化妆的，准备要上场的演员，拢做甲亲像真的同款。23岁的肖仁明用这款让人感觉真出挑的男团作品，伫今年泰国极限多姿赛挑战赛，摕到银牌奖的光荣。出世伫宜兰五吉乡的这个肖仁明，高中开始就投入这个男团鸡卵糕的创作。伊得奖的作品，对设计到完成，拢总开4个月的时间。干那一支这个戏台的亮条，伊就开1礼拜来下功夫。翻行最困难的点就是，你一旦有了动机，有了灵感。你做下去，你可能就是2-3天了。还有最困难一点，就是因为台湾的天气很潮湿，你必须要去掌控、克服它的湿度。肖仁明讲，这个翻腾较困难的美角是伫安那甲捏甲这个设计，对艺人蔡依林，同款是翻腾达人，勇敢对望，以下这个指甲、艺能两个无同的领域。让伊感觉真佩服。烘焙这一块，连我们自己本科是要去做这个，其实就不容易了。觉得蔡依林很厉害，她也是我学习的
偶像。肖金明讲，未来会制作更较侪以台湾传统文化来做主题的作品，要来互人更较了解咱台湾传统文化的水。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有创意，继续来看到天然的茶米，也当摕来做烹制。大东路影这间饭店真有创意，想到甲茶米的这个烘茶机放伫饭店大厅，也有便所，互游客一来到饭店，就会当闻到茶清芳，含去便所，赶快当享受茶烹开。真侪消费者拢学了，实在真特别，别位无得看，1.25个，佫会当蒙大兼洗裤。走入饭店的大厅，就闻到茶米的香味，互人亲像来到茶园同款。这个香味到底是对倒来的咧？斟酌甲看，伫个柜台的边啊，有一卡圆形的竹卡，内底缀这个暗褐色的茶叶，这个茶叶芳就是对这来的啦。这是台东鹿野的一间大饭店，门口这台焙茶机，当咧焙这个红乌龙茶，伊24小时拢无停，规间大厅安尼熏甲香滚滚，人客拢学到真好闻。这个饭店想到这招。和茶米芳嘛来到这个便所，它就是特殊的香味，就是让人感觉就是比较好。我们就是把一个小的这个烘茶器放进去，然后结果大受欢迎。那有客人就是会带茶具来想要泡茶，结果大厅他拿一把去泡。台东鹿野乡茶园的面积有上100公顷，过去敢若新种这个乌龙茶，不过即摆有真侪茶园改种这款新茶红乌龙，这种红乌龙唔但好啉，阁好闻。伫焙茶机啊顶悬安尼定时来甲变价，是会当芳几年哦。了后，阁会当甲正做这个有机肥料循环过来利用。饭店的业者嘛表示讲，迄当阵是抢拄抢，结果煞一空掠双食，实在真好空。一来会当推广这个在地茶品，二来嘛会当互饭店加一个茶米芳的芳气。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拜六，特别休困啊，带大家来规台湾行透透，来佚佗行搭。这是日本出名翁仔图20周年的展览，来到台北举办。为了要拼休偌胜利，展览会现场拢总甲翁仔图的角色规拢表现甲足斗搭。另外，现场还有24只大型的翁仔，互马将会当翕一个到开。马将嘛会当用这个手机啊软土的效果，变做翁仔图的角色，和主角做伙来找宝藏。真煞日本有名的网家马将，大家扮网家角色拢扮甲足成的，因拢是为着要向日本有名的网家20周年特别展览致敬。在这次的特展里面呢，首度把那个动漫里面的所有经典的画面也好，或者是说一些道具也好，都会在这次的展区当中列入进来。今日去展览场内底，唔有540多个剧场，咧搬有名的画面，马将可以当透过手机软体，甲网家角色做伙翕相。1、2、3。你敢有看到？伫翕相的时阵，手机顶的嘛会出现特别的效果，互你袂输得伫网架内底同款。另外，现场还有24身大身的翁仔，要互马将翕相翕一个到开。有24只公仔，都是在台湾精心打造的。那最大的亮点呢，是在里面有一只超过400公分大的 Big Mom， 那也是在全台首次曝光的。主办单位强调，这个展览唔但要互马将变做主角，去拄到其他的角色，现场还有卖网架内底特别的料理，嘛希望透过这个展览抢到后来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要来关心五湖四海大代志，这个画面可能一寡人会感觉句句避避，因为这个画面是牵古落难。中国大陆监控的技术又搁再升级，大陆 AI 业者最近就设一套行路监控系统，唔免看面，干那看行路的形，也搁有体型，就查讲画面内底这人的身躯，无论是已经美容、换衫，或者是服面，拢无对比。电脑唔但会经图豆，搁会认人的骹步手路才有熬。你若行伫镜头过，无论你是画面改装也是服面，嘛拢走袂去。因为这套上新的骹步分析的技术，唔但当侦测这个面的特征，也搁有这个行路的姿势。假使这个画面的人物，若是甲资料库的数据有吧，就随知影伊的身份。他走的时候就会显示他的名字，比如说像我们就给出一个名字叫做 LSD， 这是他的名字的简称孙立兵。因为大家人的行路的姿势甲这个体型拢无同，所以会当称做人物的依据。这套骹步人物系统是中国大陆中科院人工智慧公司研发的。业者讲，伊的准确度有96%遐悬，简单0.2秒就会当分出身份，而且伊辨识的距离嘛提升真多。因为你用的是全身的信息，所以它可以
对目标的距离放得比较远。你比如说我放到50米以外，你仍然可以看得出他的身形，但人脸这个时候可能分辨率就不够了。直接来个比指看卖，若是用人面的人笔，伊的范围简单有5公尺；若是用目睭的人笔，安尼就要伫30公分内才会当看会清楚。目前这个辨认脚步系统已经伫这个广东、上海正式来启用。虽然讲会当成做警方打击犯罪的这个基石，不过嘛，互个人的资料安全有泄漏的嫌疑。记者综合报道。热天大家驶车，若是要插车，拢是插伫树骹，安尼较超凊。若是伫咧日头骹，车内温度可能降到70-80度。专家特别提醒讲，一寡囡仔、宝贝动物，若是带出去外口，都要注意，千万唔通细心，甲因放伫咧车内。另外，还有一款物件，同款有危险，可能会爆炸，唔通结外。专家做测试，日头若是伤大，车停伫外口5分钟，头前的玻璃就会到尾摄氏50度，半点钟了后，佫有可能会到85度。做头鬃的高压喷雾管，若是放伫车内，就可能会拍甲变做飞弹。A can of hairspray left in the car can explode and become a projectile. 赖达袂当放伫车内，已经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啊。可啦嘛同款，拍一个伤久嘛会崩溃。It's 117 degrees in here. It's enough heat to cause a can to explode, and boy, are you going to have a mess. 佫有一寡观念要注意，像讲莫利用车顶的高温来烘澹气的衫，因为安尼会生菇、生细菌。车若是烧烫烫，嘛会互电池无电，蜡笔扬起，挡日头的药佫害去。药啊拍伤久会害去，猫仔甲狗仔的饲料当然嘛同款。上重要的是，囡仔甲猫仔狗仔绝对袂当甲留伫车顶，那无可能会互你后悔一世人。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东京奥运已经开始倒达时间，还有386天伫要开幕。现主时主场馆的主体也有外形，拢已经做好势。即马当咧做观众的座位，也有其他细部的工程。完工的进度已经挖到城。东奥主办单位按算今年11月就会当全面完工，特别安排媒体提早去现场参观。若主场馆内部会当讲是头一届公开。2020东京奥运主管新国立竞技场，为外口看真有气势。行入去内底，有会当互6万人入去的空间，看出去景嘛真开阔。以爱色、黄彩色、白色、朴色、青色、甲咖啡色5种，风格真活泼。南边甲北边拢有一个真大位置真好的显示面板。客席は3層になっています。今7割ほど設置が完了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座席の色は緑や茶色など木漏れ日をイメージ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奥运主管是日本建筑大师尾根5设计，年前用钢材甲木材包起来，用到全日本47个都道府县提供的三仔茶甲青木，代表全民团結，做伙参加奥运会场的建設。为着应付东京奥运明年7月開幕的比賽，会場嘛有抵抗高温的設計。懸念される夏の暑さ対策のために設けられたのがこちらの送風機。観客席360度185台設置されています。伫媒体参观的时阵，内底真侪工程嘛拢搁咧赶工。东奥主办单位讲，真有信心会当按照进度完工。工程已经进行到了90%左右了，大概在12月21号就要对外正式公开。新国立竞技场预计今年11月完工，东奥主办单位嘛计划今年12月要办完工的活动，邀请6万的观众甲运动员入场，专门做伙来验收主管完工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插播拄则接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云林虎尾分局警察伫咧处理啉烧酒驶车的勤务，一只车牌互警察检查，直接吹油门弄过。马公所2个警察驶警察车伫咧后壁入，双方入到78号东西向快速车路的时，一个无细里涉嫌嫌疑犯驶车烧弄，引起到马公派出所副所长伊的胸坎切着伤。另外一个姓陈的警察伊嘛着伤真严重，即马2个人拢互人赶紧送去病院治疗。小等小现场来上新的画面，咱嘛赶紧搁再带大家来关心。休困一下，广告了后继续要来关心真侪少年家拼命工伫咧耍手机啊，要特别注意，因为智力有可能退化到差不多是红牙的程度。什么想吃天鹅肉？让张文琪告诉你。忽有庞然大物跋山倒树而来，盖伊什么什么也。我觉得我可以来个求救。怎么想吃天鹅肉？练练看就知道。龙虾王想吃天鹅肉。确定？啊，那就是龙虾王啊。这答案，答案是什么？那
癞蛤蟆标准答案，耶！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网美咖啡厅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取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8。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字，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土，这里土字都有山的意思，像咱讲土山、土山，也有土炭。另外，这里土字嘛有土地、地下的意思，像讲土坑。嘛会当讲是代志阿萨布鲁去了了啊，咱讲土。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阿蒙土，原来是安尼写，这个意思就是水泥含山石头水拌做土，用来起厝。若古早本来是外国人生产制作，因为古早讲阿斗啊，还有这个外国人是红毛番，才会讲是阿蒙土。另外第二个词，咱讲是土卡，就是地板的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起大楼，为地基开始拍起，刷落来就是做土卡，一站一站控红毛土，安尼啊厝才会知。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土，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看到，这是中国大陆一个13岁少年家啊，同款是耍手机啊，耍甲土，因为伊逐工拢是拼命啊，工伫咧耍手机啊。无疑顶个月伫咧学校上课上到一半，雄用伊的头去弄壁，面还阁一直皮喘。一个去互医生看，同款无较好势，智力退化到差不多红眼的程度。医生讲，原来这就是耍手机啊着的。逐暗手机拢摕咧唔放，拍电动看社团软体，若目睭挡袂牢，含身体嘛会袂堪的。中国浙江第2人民病院最近分享一个案例，一个13岁学生囡仔，伫今年年初逐工透暝耍手机受袂到，耍几个月了后，这个学生有一天雄伫上课的时阵掠讲，唔若用头去弄壁，面佫会一直丢。送去病院了后拢无改善，头脑退化变甲亲像红婴仔共款，尾仔互医生诊断是自体免疫性脑炎，伤害到头脑。不觉得他可能是直接因为熬夜他造成，他自己可能也有别的原因啊。医生怀疑这个囡仔可能有像讲红斑性狼疮等自体免疫的病，加上透暝唔困，抵抗力变较歹，后免疫系统产生对抗家己脑神经细胞的抗体，去攻击脑细胞，造成自体免疫性脑炎，互记忆、认知全部拢退化。有的人佫会出现心内压杂、忧郁，才会精神病的症头。一般来说，我们这个防御系统呢，它是攻击敌人。可是结果他找错人来攻击了，休息比较不好啊，甚至是其他的之前的一个感染啊，之前的一些或甚至药物啊这些等等，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自体免疫的攻击。医生提醒，虽摸透暝耍手机未直接引起脑炎，造成头脑退化，不过也是会互免疫力变较歹。另外嘛，较会引起糖尿病甲心血管的病，生活上好也是较正常的，才袂得一寡奇怪病。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看到农粮署甲农科医做伙合作，推销咱台湾上届钓时的果子，拢会当摕来煮料理，创报另外一包的果子商机。是什么想吃天鹅肉？让张文琪告诉你。忽有庞然大物跋山倒树而来，盖伊什么什么也？我觉得我可以来个求救。什么想吃天鹅肉？念念看就知道。龙虾王想吃天鹅肉。确定？那就是龙虾王啊。对，答案是什么？癞蛤蟆。癞蛤蟆，标准答案，耶！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网美咖啡厅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取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傻子，你居然把我带晕了！
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今日手路菜要带大家看无同的手路功夫，为了要推销咱台湾的果子，农粮署也有农科院做伙合作，辅导连锁加冰店的业者，甲咱台湾上界时行的果子研究各种会当上新的产品上市，像讲有金蕉、柚啊、火龙果，拢会当摕来煮食做料理，嘛会当做甜点心，创造一波果子的生意。浅绿色的后色棒，外形看到亲像柚仔同款，外皮甲掺这个柚仔丝和柚仔酱，甲切开，内底餡料是这个烘打的柚仔皮，来倒打这个夏威夷的火山果，这个入喙是安尼芳香香。另外一个爱心造型的太阳饼，招牌是这个百元的酥皮，佮甲掺火龙果汁，伊的内餡，佮甲是互人想袂到的这款气势袂牙，啊，佮放柚仔。即阵这个糕饼事件水果风要来创造另外一波水果风调的商机。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在这几年火龙果也是栽种了蛮多的，那我们希望说在这方面能够协助农民有更好的一些通路。甲台南火龙果来甲入菜，倒打酱料鲍鱼。用这个天然的果香，通来互这个规路的料理看到更加青笑出叫。为着要推广台湾水果的好滋味，农粮署嘛来甲这个农科院做伙合作，辅导连锁加冰品牌，用香蕉往来这个钓时的果子，研发出限定的商品。食物里程最短，以在地的，同时我们因为推产销履历，所以安全安心，这个绝对是可靠的。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水果，能够把我们的台湾的经济，能够再迈向一层楼，推广到全世界的市场。伫台湾提供珍珠奶茶以后，当季的水果饮品嘛正做主角咯。食品事件这个水果风在地名产嘛结合无同的食材，有新的创意，要互老店的名声通搁撑起来，改变水果的模样，来创新传统的食法，互物件更较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水真白水的果子，这是即马莱雅当咧大出当着时，苗栗县大湖乡乡公所按算要办一个莱雅的推销活动。今年因为气候影响，产量减5成，甜度同款超过12度。乡公所望讲办这个农产特产的活动，互在地休闲农场大家做伙相合，做伙来斗销。不过因为今年产量变较少，大湖莱雅一斤的价销为20块已经起价30块银。产品都陈列出来，相信。大湖村内的果肉透清白雪阁幼稚，民众食了后拢讲真甜，一喙接一喙，安尼一直甲摔落去。不过行入去果园内底，看到这个莱雅树顶悬的土地啊，嘛无偌济，无像逐永年安尼早就生甲2度花啊。即马莱雅的果粒嘛比逐永年较细，主要原因就是受到气候的影响。今年的主要受到天时做加冻热来了后背加遇到冻雨。果农讲。今年莱雅树接枝开花的时阵，拄撞到了雨水，影响到结果率，规个减5成左右。不过加在较早有好技术，伊平均的甜度还佫伫12度以上，嘛因为产量减少，品质佫有较好。估计今年莱雅的价销会比逐永年调较悬一丝啊。价格是没有大于1倍以上，只是大概一斤有20到30块不等的。为着协助农民行销，大湖乡公所嘛来结合当地这个休闲农业。伫个拜六甲礼拜来举行纯莱雅季的活动，邀请民众会当直接来这个产地来试这款好滋味、接真济的莱雅，嘛通顺续来欣赏这农村的景致。记者综合报道。是什么想吃天鹅肉？让张文琪告诉你。忽有庞然大物跋山倒树而来，盖伊什么什么也？我觉得我可以来个求救。什么想吃天鹅肉？练练看就知道。龙虾王想吃天鹅肉。确定？那就是龙虾王啊。这个答案，答案是什么？癞蛤蟆，标准答案，耶！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完美咖啡厅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取下？有种迪士尼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大子，你居然把大人了！犯罪谁呢？
后这个谁呢？警察先生，他就是那个网红情杀案的凶手，你赶快逮捕他！楼上那个房间，该不会是藏尸的吧？你说呢？明晚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请手下留情。我数3、2、1才开始哦。3、2、1。躲避鬼，躲避鬼，好，躲避鬼。皇上是感觉是输了之后，就像小孩子脾气一样，一脸这样脸都很脸。女生作弊真的不行，就算狗只是亲亲一下，不会真的往死里打。还说我开车技术不好啊。我真的很讨厌你，讨厌你这么懂，这么了解我。我讨厌你，在我无助的时候就出现在我身旁。你有看人啊？是一个女的，你确定你有办法面对吗？今晚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都市农园疗愈身心，都市以后有一片农地，这样做起来我心情很愉快。微笑单车，绿色路网。从 U-Bike 大概在骑个10分钟以内，基本上全台北市市区每个地方都到得了。长照2.0，复健到赋能。真正要启动的是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好家在台北。我来到现在3个月了，还是没有晒出脸来。就算今年你晒不出来，你还有明年可以晒啊。我怕没有时间。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小姐，请和心灵。谢谢。你是不是有做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怕被发现啊？你已经结过婚有老婆了，对吧？我终于找到你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月村欢迎您。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你不跟我讲，不跟我讨论，我要如何支持你？不奢求你原谅我，可是你连一点点的安慰都没有办法给我。我就是一个不擅长满足别人，也不懂得怎么让别人快乐的人。你自己都这么不快乐，你怎么让别人快乐？其实所有的事情，最后的解决方式都不会是对不起。就算我真的很想回去，我一定要让这里爱我的人幸福快乐。每周3、4晚间10点，如果爱重来。究竟是什么想吃天鹅肉？让张文琪告诉你。忽有庞然大物跋山倒树而来，盖一什么什么也。我觉得我可以来个求救。什么想吃天鹅肉？练练看就知道。龙虾王想吃天鹅肉。确定？那就是龙虾王啊。这个答案，答案是什么？癞蛤蟆。癞蛤蟆，标准答案，耶！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网美咖啡厅到处都是，但是全世界唯一一家，是不是一定要去一下？
的感觉。游乐场。我想看。杀死你！你他妈在吗？犯罪谁呢？后续谁呢？警察先生，他就是那个网红情杀案的凶手，你赶快逮捕他！楼上那个房间，该不会是藏尸的吧？你说呢？明晚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请手下留情。我数3、2、1再开始哦。3、2、1。躲避鬼，躲避鬼，好，躲避鬼。皇上是感觉是输了之后，就像小孩子脾气一样，一脸这样脸都很不女生作弊真的不行，就算狗只是亲亲一下，不会真的往死里打。还说我开车技术不好啊。我真的很讨厌你。详细的现场，赶紧带大家关心总统蔡英文下早时出捷运3英线。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继续一心努力，加速完成延伸计划的正式的核定，让首都圈的捷运线能够相互的串联，成为更完整、更便利的路网，提供市民朋友更优质的我们运输的服务。我要向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建设是不分蓝绿，也不会因为党派的色彩而有所差别。只要对台湾好，对人民好，特别是对下一代有帮助的，我们就要合作，一起来把它完成。再一次谢谢我们交通部的同仁、新北跟桃园的市府团队的共同的努力，让我们朝野同心，一起加油，一起把捷运的基础建设做好。谢谢大家。谢谢蔡英文总统，我要请总统在台上先帮我稍作留步。都会的急剧发展，整体交通的运输必须及早的规划建设，让我们一起串联人跟人的感情，也让产业经济串联起来。好，咱拄则看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伫咧现场上新的画面，继续要来关心，这是真罕你看，强要绝种的指甲，唔免出国，连咱台湾都看得到。这款的指甲，某人讲是宰膏，这是马达加斯达，有人讲是死亡使者，因为真神秘，耳啊大大蕊，三角形，尾溜长长。在地人另外讲，因会拍切水，甲因全面封杀，嘛去威胁到因的数量。本来互人掠出讲已经绝种啊，落尾才查讲原来规世界饲的数量剩57只。这个嘛是讲会当讲是保育类的动物。日本上野动物园最近就借一只马来到台湾，刷来伫咧台北市立动物园，就会甲大家见面。对镜头咧上来上去，这种目睭圆润润、耳啊大大皮的动物，伊号做宰膏，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新朋友。宰膏Hira 今年10岁，7月才对这个东京上野动物园，甲借来台北市立动物园，目前正咧做检疫的阶段，估计上紧伫咧8月，就会当伫动物园热带雨林馆来和大家见面。啊，伊是安怎会号做宰膏咧？迄是因为伊有真特殊的找食方法。利用手指头啊，伫树壳安尼扩来扩去，经过这个花声辨认，就知影树壳内底的糖蜜伫倒位，就是安尼，才互这个宰膏研发出这长的中宰。中指的部分，它其实是特化非常的细长，所以它在野外觅食的时候，主要是以昆虫为主，所以它会去找一些树干或者是竹筒，
他会去敲击。这种夜行独居错杂车的指狗，是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过去，互当地人甲看作是死亡的使者，会地带在下，煞来甲赶尽杀绝。伫1933年的时阵，就想讲已经灭族缺种去啊。不过到1957年，国防发现到，目前全世界饲的指狗，敢若剩57只尔尔，已经列入去特别灭绝的这个保育动物。当地人会觉得它像是一个小恶魔，所以看到的时候，他们觉得可能会带来厄运，所以他看到通常就是会直接捕杀掉。在亚洲地区的话，就是目前只有日本的上野动物园跟我们有志猴。不过保育人员讲，这只新来的 Hira， 其实伊的个性真温和，佮软软，真有机会来争做园区后一个动物名称。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关心台铁发生旅客行倒堵死铁路检查的案件，互人注意到台铁检查，也有这执勤人员安全问题可能有空碰。铁路警察跟一般的警察同款，拢有枪，也有棍啊。不只个这个列车长，也有站务人员，基本的装备，敢若是这个 BB 啊，也有无线电尔。但台视新闻的记者嘛，进一步调查发觉，一寡列车长会家己穿闭路器、棍啊，也有防身的喷雾。另外，列车拢有插棍啊，也毋过敢若放伫咧火车尾，或者是火车的中段车尾。台铁产业工会就联袂讲，万不离紧急的时，根本就袂付去摕，枪支拍甲遐拢冷去，嘛毋是逐只车厢拢有插棍啊。免怎来维护台铁执勤人员的安全，嘛是台铁现主时上界重要的处理问题。会手做客人徛伫门边顾好上车落车的情形，这是普通台铁车长客人状况的 SOP。不过，若是拄到乘客牙刀啊出来要甲人抬的情形，是要安怎才好？因为毕竟在车上只有我们列车长一个人，要应付一些情况的话，其实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不够的地方。车长讲，因为因无公权力，所以处理的原则是尽量莫甲旅客弯起来。啊，若拄到危险的情形，会先找铁路警察斗相共，稍来才疏开附近的旅客。另外，卖通知后一站的站长，等到火车入站，才会有其他的站务员上车斗相共。我们也是希望说，铁路局能够提供一些基本的防护设备，例如说仿生的喷雾器。铁路警察他其实有人力不足的状况，包括他在备勤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人单警服勤。看卖啊，车长站务员基本的装备，就干那笔啊，甲无线电尔。一部分的车长会家己准备点影机棍啊，甲防身的喷雾剂，随往火车顶的毛棍啊。毋过，干那放伫车尾、中段也是车尾尔，嘛互代替产业工会质疑。卡叔讲发生事故根本就袂附体。另外嘛，毋是逐台火车顶的拢有棍啊。执勤人员随身安全配备这个部分，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在1个月之内，我们会全面检讨。补票的纠纷变作台警察的事件，嘛互代替偷走票的问题，搁一届受到重视。规定了无票旅客不得乘车啦。那有可能是我们员工考虑到后续班次的间距可能比较大，就会给旅客一个通融。根据台铁统计，平均一年补票的金额车有3000万到4000万，所以车长拢会伫车顶验票。不过去年7月，一个车长伫验票的时阵，乘客对伊大细声。今年5月，有民众无票入站，互掠着，毋若大细声嚷，佮放刁要互站务员好看。即马佮发生铁路警察互旅客用刀啊堵死的事故。要怎维护代替执勤人员的安全？整体的机制甲设备恐惊拢爱个检讨。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搁再来关心总统串门是蔡泽文3名线现场。那我们还是持续的把工作做好，把国政做好，让人民有感，这是我们整个团队现在最重要的事情。那像今天的这个地方的轨道建设、捷运建设网的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紧密的这个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好，一文，谢谢。几点回应了哈？各位看今天这个像绑桩吗？这一点都不像绑桩啊！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让我们北部首都圈的这个生活圈的交通能够便利。那这个涵盖的基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这整体的这个交通网的建制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也是我们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面投入很多的项目
这个看起来不像绑桩，确实是实实在在人民的需求了哈。那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也有针对少子化的这一部分的预算，所以我想郭董事长可能也要去看一下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内容哦，里面确实有因应少子化的这一些的预算哦。那另外我们政府3年来对于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父母的养儿育女的这个负担跟家庭的负担的减少我们都有持续的在做补助跟协助从我们的租金补助到社会住宅，一直到减税加薪，到我们到育婴还有托儿的这些政策不但有政策的协助，也有补助的津贴的增加，甚至于连年轻人照顾老人的这些长照2.0，我们也开始让这个老人家有在社区或在家里有得到更好的照顾，这也是要减轻年轻的父母或年轻人的负担。陈哥，增量有下降啊？增量有上涨，然后未来这个物价比较舒缓，然后就是也接受这个外交性的出访，未来在可以打出外交。外交是政府的是总统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我每1年都有2次的出访来巩固我们跟邦交国的关系那这几年来，很多的邦交国在很多的国际的场合都替台湾发声让台湾的声音可以在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听得到那邦交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没有例外的，我今年下半年也必须出访来去跟我们邦交国进行互动巩固我们的友谊，也看一下我们还有很多的有哪些合作计划，在一个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我们来进行更多的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合作计划。就对。是关于这个军购的事情我们现在在美国政府进行考量的总共有2个主要的项目嘛，一个是那个 M1A2 还有一些飞弹的采购另外一个就是 F-16V 的先进飞机的采购那这2项的军购案现在都在美国的政府行政部门的作业当中，那也在适当时候通知国会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2项重要的军购都能够按照期程来完成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都是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跟时序在进行这2项采购的案的这个处理。那另外一方面昨天我有去嘉义市拜访李承翰的父母那也向李承翰表达这个哀悼之意那这件事情确实让台湾我们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一个年轻的生命为国家服务就这样走掉了，我相信。新闻上要带大家关心美国国庆活动已经伫要散尾，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国庆的烟火上场，规个花火半空中光影影，暗时哪里是同款？新闻上尾朝台做伙来看麦，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
么想吃天鹅肉？让张文琪告诉你。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伊什么什么也？我觉得我可以来个求救。怎么想吃天鹅肉？练练看就知道。龙虾王想吃天鹅肉。确定？啊，那就是龙虾王啊。这个答案，答案是什么？啊，癞蛤蟆。癞蛤蟆，标准答案，耶！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晚安，欢迎收看台视午间新闻，我是